那根据联合国的统计，全世界目前有11亿人生活散车，其中有超过一半拢是囡仔。尤其是去年2023年，是咱自二战以来全世界战争上济一年。那国家是拄好当咧烧战，这散车状况是更加严重。 以下战火无停，受冲击上严重的就是平民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17发布年度多元散车指数，报告内容指出，战争国家的散车率比其他国家高出3倍。去年是二战以来全球发生上济冲突的一年，全球有11亿人生活在严重散车之中，其中4.55亿人生活在冲突的污染之下。 年度多元散车指数是2010年起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甲古今散车参定类发展冲击。当年收集来自112个国家，总数达到63亿人口的资料，佮采用欠协同大棚、卫生条件、电力、主食燃料、营养甲出化率等指标进行评估。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表示，需要加紧行动支持一国人。对于生活在受冲突影响国家的散车人口来讲，处理基本需求的滚涨是一场更较艰难、更较绝望的战斗。报告也显示，大约有5.84亿还未满18岁人口，当处理极端散车占全球囡仔总数27.9%，成人是占13.5%。受冲突影响的地区，散车程度也悬出真济。 根据乌普萨拉冲突资料计划数据显示，在战争国家有超过1/3的散车人口，无受冲突影响的国家是只有10.9%。2022到23年，阿富汗全国有约2/3人口处在散车状态。另外，印度是散车人口上侪国家，在14亿人口中有2.34亿人，其次是巴基斯坦、伊索比亚、奈及利亚甲公国民主共和国，这5个国家都占11亿散车人口约半数。公司新闻，陈慧珍编译。